台南總鋪師四季辦桌經過前3季的舉辦，已經成功打出城市的品牌。今年最後一場冬季向前東廠，將要在12月13日在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來登場，呈現一冬四季上具代表性的風土佳肴。台南四季辦桌季季精彩，場場熱鬧，歡迎大家一起來，在12月13日能夠迎接我們冬季場的台南四季辦桌。那地點是在非常好的有山非常好的這個山上水道博物館，那有美景，有美食，還有許許多多難忘的風土人情味，所以歡迎您能夠來參加。四季辦桌已經打出品牌，而且這個 CP 值最高，而且料理最好。所以呢，我相信一定是秒殺。上一次秋季場，我們2分39秒100桌就賣完了。那冬季場相信一定更加熱鬧，因為冬天食補或者是大家都喜歡吃，非常好吃又非常溫暖的。所以在山上水道博物館12月13日，歡迎你來哦。市府觀光旅遊局表示，冬季場是今年的壓軸，上具代表性的年度盛宴，結合當年的食補概念，將推出溫補和美味的料理。預計將再次引起搶買的熱潮。另外，在活動宣傳記者會中，市府嘛特別頒獎表揚今年台南米其林指南得獎的店家，總共有61間，包括必比登推薦的有30間，入選的餐廳有31間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